毋过呢，有一寡大学生因是表示讲学料的床位无够，真恶抽。嘛有学生烦恼讲，政府一个补助落去，惊学校学料卖起价。有民间团体即马就认为讲，政府爱有一个专门咧处理的单位，嘛应该爱定出宿舍费用的标准。正港的多功能读册空间，楼下阁有简单的超商，这是台中的朝阳科大今年9月才起好的日期宿舍，会当提供予2300学生来住。完善的液体和饭店式的管理，一学期是收费差不多25000。钱虽然和伫学校外口租厝差不多，但学生嘛是烦恼讲，学校未来嘛是有可能会起价。多少会有，但是学校应该是就是不太可能会随意调整价格这样。中央宣布讲，对大专的学生提供每学期到学校内面宿舍的补贴，但是真侪大学的宿舍拢无够予学生住，而且真侪学校的宿舍拢有新起，也是搁订经理，真侪学生拢烦恼讲，有可能宿舍费用会起价，有学校就讲袂因为这摆补助来调起收费。不会啊，怎么可以调整？因为我们房价本来就定啦、那政府的补助就是补到学生的支出上面嘛。此项嘉惠学生的政策，当大力支持。当然，今年也不会调涨学生住宿的费用。真侪学校拢讲会以学生的需求来考虑，中部包括中兴大学、东海大学、勤益和朝阳科大，目前拢无调起的计划。但南投埔里的国立暨南大学讲，会在明年启动宿舍的改造计划，更是收费都会调整。50%是由学校的这个校务基金来去支应衡量就是说镇上的一个价格，那最后推出来的价格一定还是比镇上还会有吸引力的。宿舍的租金还是不能再往上调，甚至教育部应该要来跟各个学校协调。有学生认为讲，中央的补助是对公私立的大专学校拢相共，等于是鸡头式的平等。青民协嘛讲，政府除了爱有统筹单位，嘛爱对宿舍的介绍来定出标准，才会当互补助较有感觉。记者综合报道。